情，早日让我抱上曾孙子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哎，西城，你奶奶不是想抱曾孙子吗？跟他一块儿搞出个孩子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他一旦有了孩子，对不对？全身心的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我们乡下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啥都管不上你了。还对你妹！你们俩能不能想想别的招啊？这招怎么了？她是你的合法妻子，你们俩搞出一个孩子很合法呀，还能上户口。你又不是跟别人搞出一个孩子来，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。就是嘛，自己老婆怕什么？睡他1个月。怎么办呢？这个贺锦熙发信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，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到头啊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喂，贺锦熙，妈妈最近怎么样了？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苏远熙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妈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我们会尽快回去的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在我回去之前，你看好顾西城。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告诉你，贺锦熙，我手术开始了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多和西城培养感情，早日让我抱上曾孙子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你奶奶不是想抱曾孙子吗？跟他一块儿搞出个孩子出来。在我们乡下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啥都管不上你了。